科技民主甲社会研究中心是来发表一份报告，发现讲这全球呢 AI 软体其实这当中有22个是对中国来的，而且这份报告也发现讲这中国即马当咧利用 AI 来收集海外用户的个人资料。 去年12月份，台湾封锁小红书一年，原因是因为小红书的诈骗未少，也无做好治安甲各自的保护。有学者认为，这也显示中国的数位服务对民主社会一定带来挑战。科技民主甲社会研究中心拜三发表一份报告，报告指出，小红书的治安记录恐惊毋是个案，北京所谓威权已经慢慢建立台湾的情报环境，致使台湾的民主运作出现风险。 全球50大的这种人工智慧的，就是生成式 AI 的这个应用服务中，已经有接近半数是来自中国他们出海的这个产品。研究中心也发现，这寡中国生成的 AI， 包括豆包、DeepSeek、百度等等，有3种送去中国的管道。第一就是把海外用户各自留伫咧中国境内；第二就是企业内部的资料分享；第三是照中国的法律，企业爱配合中国政府，会当调个人的资料。针对这个风险，司法部也发现，也提出对策。亲像目前台湾公务用的资讯产品，全面禁止使用中国的牌子，就连下载中国相关的资料拢袂使。 那我们政府锁定范围是资通讯产品，包含软体、硬体跟服务这3大类哦。那常见的服务就是类似说我们连到大陆去存取一些电子书哦，或者是有一些服务哦。 司法部指出，现在中国是利用 AI 服务拓展中国威权的版图。就连美国治安威胁情报公司也发现，中国正咧利用人工智慧来掌握台湾社会无共的意见，搁有社会公众意见。司法部强调，为着要避免中国所谓入侵，政府未来会继续收集国际做法，透过修改法律来面对中国的 AI 风险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